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国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早起8点外，嘉义166县道73公里的所在崩山，梅山往水里路段中段，目前2点外已经恢复通车。监察院长陈菊表示，讲民进党一向坚持三权分立的理想，唔捌改变，伊支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来废除监察院。回答佮准备要伫台湾起第2座的研发中心，地点佮唔知。经济部表示，7月中正会来盘点 AI 的用电需求。来看最近雨水较高，早起8点外，嘉义166县道73公里的所在崩山对民众翕出来画面看起来是真恐怖，石头甲梅山往水里路段拢塌掉的。伫下晡点外已经恢复通车了，也毋过嘛是该注意会有石头落落来。在3、4月间，我们已经在进行整个灾修工程，那也刚好遇到这个地震的状况，造成边坡的一些混凝土有一些裂化的情形。那又遇到最近的下雨，造成整个这个边坡再度的崩塌，属于一个灾情的扩大现象。嘉义县建设处指出，讲这路段伫去年9月份落大水后，目前嘛在进行山壁维护工程，早起又搁放弃哦，目前嘛已经畅通了。另外，玉山主峰的步道4.9公里的所在嘛崩山，步道大约20公尺长哦，拢是土石啊，是无法度通行。目前是暂停开放，会看抢修的状况，再过来决定讲要开放的时间。再来看国民党甲民众党提案，要废除监察院甲考试院。民进党是嘛有30个立委共同提案支持。监察院长陈菊今仔表示讲，民进党坚持三权分立的理想毋捌改变哦，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来废除监察院，伊会全力来支持。我们对三权分立的理想，从来没有改变，充满期待。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来废除监察院，我全力支持。对三权分立的理想无改变，监察院长陈菊出席2024妇女就业甲经济国际论坛，会前对最近几个南洋立委主张废除监察院，而且成冻结预算。有监察委员认为讲，冻结预算调查业务可能会动点。陈菊嘛认为讲，这违反大法官632条的解释，除非他们是宪法为无误，不尊重宪政程序，是不是扩权？人民自有公正。民进党台中会等30个立委共同提出宪法征修条文修正草案，希望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嘛叫国民党唔通干那发好耍的尔。不过签名顶悬，煞无看到总召集人郭建明，也那民众党总召集人吴国昌是提出修宪废除监察院。12个南洋的立委嘛提出4大主张，包括废院无废权、行动则废、反国人主动议权，也有修宪案合并2026，或者是2028年的选举。我们是没有希望有这么大变动，而且在党内还在讨论的阶段。可是我们对于监察院现在的实质功能是受到社会大众质疑，其实是希望可以让监察院的功能可以做移转。民进党内部出现无同款的声音，互南北两党的立委，拢支持立院立委发出废监察院，根本是化假。针对各种的声音，陈菊强调讲，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程序，拢会全力支持甲尊重。记者综合报道。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早起去立法院报告，公布黄埔建军100周年的校庆会伫6月16日伫陆军官校来举办，总统赖清德会亲身来主持哦。对华中共买来办校庆，应该会邀请袂少咱国退休的军官参加。严德发是表示讲，目前退伍军人去中国的是无超过100个人。伊嘛强调讲，伫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才是正统的黄埔军校。顶回第一线负起照顾人民的责任，退伍会主委严德发初5第摆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报告，针对16陆军官校100年校庆，总统赖清德亲身主持。毋过，中共像黄埔会举权也伫中国举办校庆，有国军退伍将领来参加。严德发注意到这代志，除了发射退伍将领毋通违反国安法，也透过宣导降低去中国意愿。附录的会超过100个人，不会超过100个人。那相对的，6月16号当天，凤山陆军官校他们这次
也扩大办理，所以从15号开始就有活动啊，15、162天，据我了解，大概会超过1万人去参加。中华校庆饼场严德华强调，在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才是正统，有超过1万人参加。对中共目标渗透提5将领立委点出，有旅游金钱发展环境4大手段，配合体育会提高警觉。另外，有真侪退役军人加入强调案，违反国安法被判刑，要讨回退休金。不过目前有将近4000万无续回来，引起外界关切处理的进度。违反国安法依法行政，这是一定要追缴的哈，我们一定会贯彻命令。另外，退伍会强化甲国际退役活动，今年增加出访英国、爱尔兰、捷克等欧洲国家，也继续强化甲美法交流。我们有18个荣官会，那荣官会在全美都有。我们将来希望能够继续扩张这些据点，也做好这些退伍的一些交流。严德华表示，未来继续甲美国3大退伍军人协会保持联络，深化退伍机制交流。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邓英泰即将领导宣示讲要来进行5大7案，行政院提出的打诈4法，嘛伫立法院的审议中哦。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讲，4个法同齐实施，才会当有效来阻止诈骗。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是表示讲，伊真失望，认为讲目前的法案是无法度符合人民甲被害者的期待。国内诈骗情形真严重，行政院长杜英泰上任了，第一个重点就是打击诈骗。行政院最近研拟打击诈骗新4法，立法院司法内政委员会再去分别审查。内政部长刘世芳讲，这4法做伙联动，才法度阻止诈骗。诈欺犯罪危害条例是内政部主管，4个法一起联动的话呢，才能够对于未来台湾这样诈骗这么猖狂的事情呢，有法治的基础，那能够有效的压制。刘世芳讲，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草案条文会当甲即卖防治甲打击诈骗犯罪法令不合搞，自顶楼强化金融、电信甲网络各面向的防诈行为，下楼是严听诈欺犯罪。建构保护诈欺犯罪被害人的机制，因为立委也关心境外电信诈骗要怎防治。20条可以切断，高风险的国际漫游，我可以直接切断它，不会再继续发送。对。然后如果是预防面呢？我对这法条看起来已经比你们还要熟悉了。冒名这件事情很难完全杜绝。但是呢，用冒名来作为犯罪的这种方式，我们尽量把它减少掉。高风险的电信事业如果数量不多，对不对？是。你干脆就做临柜查核。针对科技真参加保障法草案立法要点，法务部指出，包括以科技的方法追踪位置、对行动通讯设备进行调查等等。但是调查立委质疑，为什么伫咧刑事诉讼法定专章？法务部长陈明谦讲，定专法立法的速度较紧，会当就是应用犯罪形态来做处理。但是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就无共看法。你们推出一个科侦法，结果只有11条的规定，那11条的规定掐头去尾，实际上面真正有实质内容的只有3条，那3条全部都可以放在刑事诉讼法当中，我非常失望。为了要严听诈欺犯罪，行政院推出打击诈骗4法，但是黄国昌认为，目前伫咧行政院版本所提出的打诈专法内面，刑度的设计甲调整，恐惊无法度符合人民甲被害者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去立法院，针对世界卫生大会 （WHA） 做报告，也毋过调查立委是愈关心最近咱国内生理实验水欠缺、护理师欠人，造成病院关病床的问题哦。邱泰源是表示讲，病院会关病床的原因是真多，因一定会去了解，嘛会协助病院来解决问题。新任卫福部长邱泰源5日控上任了后，初5第一摆到立法院为权委员会进行世界卫生大会 WHA 专案报告。不过，调查立委拢将目标放伫最近国内重大医疗卫生事件。有立委批评，需要大厂永丰化工因为违反药事法，互销售命令停业了后，造成病院手术、西药知识爱用的生理盐水等输液大欠费。卫福部监测病台失灵，爱负责任。一家药厂出问题，但是全国都缺货。那署长是不是表示说，其他的医院、其他的药厂也不愿意用同样的价格来供应？另外，受护理师诊疗报告影响，最近1年来病院拢有关床条，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有立委指出，
护理人员领证无执行的原因包含工时长、压力大，而且薪水上过低，疫后离职率高创新高。卫福部应该扩大护理人员津贴补助，才留住人才。2030年我们需要的护理总人数是24到26万，我们现在只有18万。好，我帮你算一下，你每年要增加的是多少？至少1万。但是你现在每年增加的是2000。观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了哈，那所以我们会了解，那自己一定很落实去了解，然后再解决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层级的它不同的问题。卫福部强调，今年5月甲去年同期比起来，病院护理人员增加800多人，病院总病床数也增加1800多床。今年3班护病比新制上路了后，卫健部启动3班轮值夜班护理人员直接奖励，希望吸引相关科系毕业生投入病院。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长陈英耀今仔开记者会，伊强调讲，未来会互基职学校如有春秋哦，卖当来转型做专门学校，嘛拍算要来设8亿的青年海外愿望基金，会分3档来编预算。带领新的教育部团队，头一届面对媒体来讲教育施政理念，教育部长陈英耀头先就强调，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初二的演说，拢在呼应台湾的人才培育，是啥人讲台湾的教育无好？半导体，我们这一个引以为傲的一个科技产业，几乎90% 以上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谁说我们的教育是不好的？台湾的教育无唔好，唔过要安怎互伊变更较好？伊12年国教做例，讲是免试入学，唔过会考成绩有关系关键。安怎互升学压力之下，国中生有如何的发展？陈英耀表示，高中职的社区化跟精职化，就是说我们希望整合以后不是对青少年的学习不会是只是一所学校的资源。要扩大高中一个社区化甲平均化，不过面对着基职教育弱化甲少子化的趋势，陈英耀表示，未来会互基职学校办学如有春秋，卖当转型做单科的专门学校。政处叶秉成补充，未来科大甲高职合作合并了后，会当推动相连学位。原来的这个专1、专2、专3是由这个原来的高职在负责，但是到专4、专5由科大负责。那这是一个新的双联学位，有点像新的五专的，我们可以叫它这个新五专的模式。要落实总统赖清德8亿学生海外愿望基金的政策，陈英耀表示，按算会分3档来编列预算，目前已经启动研究加规划，而且伊嘛支持公司入台转来整并。目前虽然无相关的规划，不过教育部会往这个方向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回答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讲，要伫台湾起第2座的研发中心会选伫对一个县市咧。经济部长郭智辉今仔日立法院表示讲，伊嘛唔知，也毋过有可能是伫高雄哦。真侪人拢真烦恼讲未来敢会欠人才，还是讲欠电呢？部长是强调讲，因会伫7月中进前来盘点所有 AI 需要的用电甲能源政策哦，嘛来公开说明。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这份提出讲，要伫台湾起第2座研发中心，有真侪县市首长拢希望回答会当起伫咧沿遐。最高经济部长郭智辉到立法院备询，立委的重点也是放伫咧回答要设伫咧倒。那如果是在南台湾的高雄的话，您经济部要做什么事？经济部会全力来协助辉达到达他希望去的这个都市。辉达会自己选择，但是以刚才委员您的这个指教，他应该会选择你想要他去的地方。你刚刚是不是有暗示说他可能会落脚高雄？是这样子吗？我是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落脚高雄，但是我大概感觉是这个样子。外界预计2025年到2028年将会是 AI 应用上快速成长，目前会透过公家加私人合作建构产业 AI 课程，按算到117年会培育出20万位 AI 人才。因若伫咧电力的部分，是以目前经济部加台电伫咧推估，台湾目前的电力有够，但是 AI 用电量抑阁无法度评估，将会真侪稳定供电的变数，抑会重新估算。但是这也引起外界伫咧
咧讨论核能厂是毋是延役或者是重新启动。郭智慧讲，若是核电无修法，依法是袂当延役；若是要起电厂，时间上紧也要6年，绝对袂赴。会先调向太阳能光电来增补电力。会不会将核电重新讨论？我们现在要补这个 AI， 如果超过我们预期的，是我会先从光开始做。经济部长郭智慧讲，会根据用电的需求调整电源的配比，也会甲台电责任评估未来台湾 AI 产业的用电量，估计伫咧7月中会对外公布调查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电脑展对1981年开始举办40多档来，今年会当讲是上抢眼的一档。全世界上重要的科技业的大头家拢来到台湾，迄是对咱台湾供应链的重视。愈重要的是，这科技头人有袂少是台湾人，因对台湾的期待甲肯定，嘛互咱台湾人一个重新来看待台湾的角度。今仔的解破新闻，咱就要请吴欣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讲到今年的台北电脑展是汇集 AI 的重要角色。科技9大基调当中有5个是咱台湾人包括恩仁芬、苏祖峰、杨建雄、蔡立行甲阙启曲。要红公司涉国台下 AI 3大基调的恩仁芬、苏祖峰甲杨建雄呢，因拢讲要来投资台湾，要伫台湾扩大市场，凸显咱台湾的重要性。就是因讲上尊咱台湾伫咧 AI 产业的优势。第一，咱伫咧全球半导体产业是占赢面尤其是伫咧先进制程，会当支持 AI 高速的运算。过来，就是咱有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会当满足 AI 技术的种种需求。也咱台湾伫咧伺服器代工市场嘛是占大优势。即马回答的执行长就宣布讲，要甲全球上大的 AI 伺服器制造商，也就是鸿海来合作，要伫咧台湾的成立先进运算中心。按算伫咧2026年来完工，也恩仁芬嘛讲未来5档呢，要伫台湾设立一间较大间的设计中心，项目要请1000个工程师，佮要伫台湾起总部也即站是互地方政府真拍拼争取，也毋能回答到超美的董事长苏祖峰伊嘛讲要伫咱台湾落50亿来成立研发中心。即马呢，伫咧台南甲高雄是拢真积极来争取，也比超美伫咱台湾的桃园已经有实抢，也因的这个创办人杨建雄表示讲，会继续伫台湾成立新园区，希望呢伫咧第一期内地当来确定，也即马嘉义关公双方有建立联络管道，会邀请杨建雄来投资家乡。也即个 AI 产业的重要人物接受宣布讲要来投资咱台湾，是伫台湾带动 AI 的热潮恩仁芬嘛鼓励咱少年人讲，面对挑战甲困难，莫停止学习，尽力去做，咱拢会是世界的台湾人。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甲时间交等由主播。感谢吴希望，咱继续来关心南投市有一间国小有一个姓黄的棒球教练，被指控讲当期是对22个囡仔卡来手来性侵害。检方昨甲伊起诉，嘛请求法官判重刑另外，伫南投中寮某一个国小的主任互毕业20档的校友指控骗色，性平委员会调查了后是改骗这老师，嘛永远袂个聘用。捌互教育部表扬的姓黄的老师，伫咧南投一间国小兼任棒球队的教练，伊互人指控这10年期间对22个少年学生强制威胁、强制性交，犯68项罪。南投地检署初时侦查终结，以刑法甲离校宽法起诉，请求判重刑。南投县教育处强调，相关的性平调查已经完成，上当会甲法重新改评，袂搁再请。目前他的性平调查的案子已经调查完成了。那以黄姓教练被起诉的这个，还有我们调查的内容，应该是会言语重惩了。然后我们最重的惩处就是终身解聘，永不任用。中寮乡一间国小是有2位毕业20档的校友，指控迄当阵互老师卡来手来。这个老师即马阁是学校的主任，案件经过民代转互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协助通报。学校性平委员会调查了后，决议以性平法，甲这个主任重新改评，袂阁再请。受害者即使经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并没有去抚平他的伤痛，因为受害者在调查过程其实速度是承受很大的压力，那甚至也需要到心理咨商师一起来陪同。
林本表示，南投接受发生校园性平案，受害者让骨拉党对德山姓楼的校长性骚性侵，今年5月一审判刑15档8个月，看到希望，因站出来讲，卖有后一个受害者。南投的竹山案，让南投地区的受害者看到一个曙光。哦，原来有可能会成功。其实来找我们的人都会问说，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解聘这个老师，得到自己的公平正义以外，更重要的，其实他们就是不希望有下一个受害者。詹宏苑认为，几个案件共同的所在，就是涉案的老师拢是名师，家长唔愿相信性事属性，也佮有教育体系通报机制无效。伊呼吁教育处应该爱查体系内底敢有暗坎，而且加强性平教育，才会当避免悲剧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安南病院哦，昨因为民众等领药啊，等上过久是真不满，嘛引起抗议。病院是表示讲哦，因为药剂师卡手无够，会协调同业来支援，嘛会来改善流程。透早9点左右开门，无到1点钟，台南安南病院领药的所在已经人客人。面对遮尔侪领药的民众，病院嘛展出大白板，号资讯搁较明确。同时间派出6个医疗人员引导，互民众顺利摕到药啊。会安尼做是因为安南病院初时下晡传出民众等药啊等伤久，造成纠纷。从台南市的病就是你这种动，你还要动吗？你嘛，你要嘛，讲慢慢，人嘛无这慢，你这是嘛？人力方面确实需要再加强一下，然后动线要多开几个窗口来缓解这个人流。要体谅啊，因为现在听说医护人员的工作也很累，也人力缺乏。对。有民众批评看病10分钟，领药啊需等1点钟。不过实际去问，面对医疗人员无够，大多数的民众拢会当体谅。根据了解，安南病院接届药师能力符合标准，不过因为药师休假，才会卡手无够。病院已经紧急协调中国医药大学医疗体系到支援。我们从我们中国医药大学的体系，征调了7位药师到安南来帮忙。我们在人力上面呢，也会在尖峰时间请我们的行政人员来到现场协助民众排队，跟给他们指引，让整个的流程呢可以更为顺畅。那目前该院药师依法应聘任37名，那实际呢，该院执业的药师有45名，那人力符合法规的一个设置标准。那已经请医院呢能够适度调整门诊高峰时段的服务人员。病院伫第一时间进行改善措施，警方嘛到场了解，因为无医疗行为无违反医疗法。不过警方呼吁可能会违反其他刑法，呼吁民众爱认真。卫生局嘛会去病院了解人力调配状况。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立法院今仔针对财政收支违分法修正草案开公听会，财政部长曾翠芬是表示讲，在违法的目的就是希望使来调整财政，和地方甲区域会当平衡来发展。财政部嘛以开放的态度来听各界意见。经过这25年的发展，地方也改制了，从2都变成6都，会希望说营业税可以100%回归地方。2050年，整要迈向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近邻的一个城市，整个对接这些一个城市转型所需要的财源，我想这项的指标也应该考虑进来。财政收支违分法草案已经有25年无修正啊。初5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举办公听会，而且邀请22个县市财政局处等等相关人员来表达意见。消失的15%拿回来就好哦。这个的话就是先把它找回来。农林渔牧的这个贡献值哈，应该纳入我们的指标。新竹市112年度上缴国税2889亿，全国第一。但是配回的统筹分配税款及一般性补助款合起来只有100亿，相当于每一个配回率只有3.5%，全国最低。拜托各位委员以及部长，把地方政府税收的贡献度纳入一个重要的考虑。连江县位在离岛中的离岛，那本县呢自主的财力不足，自筹款不到8%，分配款希望最少能够加到5亿。我也希望呢，在烟酒税方面能够做适度的考量修正。因为有立委小连续新增加提案，目前财违法修正草案已经为14个版本增加到17个版本，不过也无行政院的版本。
早期财政部长曾翠芬在立法院表示，会采取开放的态度，听各方的意见。我们知道自然环境也差异，还有工山发展的条件也不同，所以税源也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差距。我们就采取开放的态度来听取各方的意见。曾翠芬强调讲，在违法的目的都是希望会当平衡财政收支，和区域发展会当较交稳，会听各方的意见，做伙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伫就职演说讲，只要有政府劳保就袂倒哦。劳团今仔是建议政府得爱加扣财团甲好野人的税，来稳定劳保的财源。劳团嘛强调讲，伊嘛会继续来监督政府实际半补劳保的状况。波补就像是补胎一样，但是劳工是不是要新轮胎？新轮胎就请大家，请我们的总统、行政院长去跟我们的资本家收税。这个劳工团体伫行政院头前演出行动局，讲劳保改革这台车，若想要永远驶落去，要有稳定财源。政府当年拨补1200亿予劳保，以持财务平衡。但是劳工团体讲，若要确保财源通予劳保永续发展，建议政府对财团、好野人爱加扣税。我国2003年租税负担率仅约为14.6%。那即使我们不跟这个欧美先进国家比较，在亚洲国家当中，相较于韩国2021年的22.1%租税负担率也是非常低的。那因此我们这边认为，我国政府完全有增加财团及富人税收的空间。劳团指出，那政府因为拨补劳保影响医疗等较等资源的预算，受害的也是辛劳改善的人。因认为向财团、好野人加扣税，劳保才通永续经营。何时拨补兑现承诺？同一天，专告总也参国会三大党的立委针对公告人员的退抚基金问题召开记者会。专告总指出，根据政府的精算，政府当年至少要拨补317亿到退抚基金，连续10年才通补欠扣。去年的一个陈建仁内阁非常可惜，最后只拨了各50亿，也就100亿，不到1/3。所以在今年的预算，据我们了解，送出去的已经把去年我们本来应该要317亿，结果大概只总共拨补了100亿，把这200多亿的一个去年的缺口跟今年的317亿整个加进来。专告总呼吁行政院长到英台要按照精算结果同年拨补，也要继续参调查立委记者关心监督施行状况。关心劳保的劳工团体是讲，即马台湾少子化，青年薪水成长状况也无好。若劳保问题无解决，未来负担就会跌伫即寡少年人身上，呼吁政府要赶紧提出解决方案。记者郭文林由开口编辑台北报道。再来看社会救助法已经14档无修法了，针对低收入户佮弱势补助标准定定拢有争议。卫生福利部伫4月份提出修正草案，也毋过针对修正条文，各界嘛是各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有一寡民间团体组成社会救助法的修法联盟，今仔伊嘛呼吁政府得爱参考民间团体各有专家学者的意见。修法没决心，生活不安心。这民间团体拜三出面批评卫福部4月公布的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无诚意。社会救助法主要是帮助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民团针对修正草案来全面体检，因指出内底也有真侪争议条文，其中虚基所得抑个保留无提调上诉人失望。民团批评，只要民众有工作能力，政府拢以基本工资来算虚基所得，才会出现有9成的家有无低收入户身份的情形。在街上超过90%的无家者，他们的收入都会被浮报到22000元上。这边想问卫福部，赚不到基本工资的无家者就活该被卡在救助制度外吗？如果他赚得到这么多钱的话，他还会需要社会救助吗？民团电话指出，有的人可能因为爱照顾亲人身体各样，也是失业等等，兼职的月级可能无1万，所以政府以虚基所得的名义当作2万元来算。民团批评这完全无合理。另外，认定低收入户的部分，虽然草案有放量，互申请者无需要实际住伫户籍住址，不过要是爱有大的厝，民团认为这个要求嘛真无合现实。因为在低收入户审查的过程当中，他们社工需要有个实地访查的动作，就是我要到你家里去家访。然后确定你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以台北市来讲，现在的无家者都因为没有家，直接就被排除了申请资格，那非常的吊诡。就是说，这些人是穷到连租房子都租不起，但是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取得这个资格的。
面对卫福部即届提出的修正草案，争议条文也遮尔多，现场10个民间团体表示失望，因呼吁政府应当提开目睭，认真看待弱势人民的需求。卫福部是回应讲，修正草案有过期间，已经有26个机关团体提供意见，社会救助法修法联盟的诉求因嘛个研究，政府会继续和各界沟通，目前修法的内容也未定案。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搁再新闻来看，印度的总理莫迪宣布讲，伊选赢了，伊会当继续做第3任。也毋过官方的资料是显示讲，伊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即届摕到240席，甲2019年303席比起来是减少真济，所以未来嘛必须爱靠其他政党的支持，做回来做内阁。伫选前讲要甲543席内面的400席摕到，不过结果出来差真多。但是印度总理莫迪依然是摕到第3个任期。伊讲印度选民对伊的政党，甲由伊所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拢真有信心。दुनिया के सबसे बड़े लोकतंत्र की जीत है。莫迪的胜选是印度第1任总理尼赫鲁了，第2遍有印度领导人摕到3个任期，也是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执政到即马，第1遍无靠着家己一个党摕到多数席次。印度人民党摕到240席，比2019年大选创纪录的303席少真多。也就是讲，莫迪将靠有党的支持，才有法度做内阁。对73岁莫迪来讲是真大考验。अंत में मैं आपको कह दूं कि इसको बचाने का काम हिंदुस्तान के सबसे गरीब लोगों ने किया है。虽然无顺势，不过莫迪讲会做到选举的承诺，将印度的经济自目前世界第5大经济体带到第3名，推动国防生产，增加少年人的就业机会，提高出口，帮助农民，为多拼这款责任。अब इलेक्ट्रॉनिक्स, सेमीकंडक्टर और ऐसे नए सेक्टर्स में और तेजी से काम किया जाएगा。那反对党是批评伊的经济表现有好有歹，施政两极化。批评人士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莫迪领导下白卡白手，伊用强硬手段压制政敌一个独立媒体，并且镇压无共意见的声音。因为印度政府是反驳这个讲法，并且讲印度的民主正伫咧蓬勃发展。另外，伫咧股市一直创新高的时阵，少年人的失业率愈来愈悬。因为经济繁荣受到好处的人只是少数，也有真侪人是真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澳洲的军队即马是真欠卡手。澳洲的国防部初时表示讲，会来放任征兵的法规，只要伫澳洲待满12个月永久居民就当去做兵。自7月开始，住伫咧澳洲的纽西兰人也当加入澳洲的国防军。澳洲国防部伫咧初时正式放任征兵的标准，准已经伫咧澳洲住12个月永久居民会当做兵，而且就要伫咧申请进前2年内无伫咧其他国家做过兵。若顺利入伍，伫服役90天了，就当摕到公民的身份。另外，自2025年1月开始，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加太平洋国家的永久居民也当申请加入。Opening the door initially to Kiwis from the 1st of July, and then we're, beyond that, we're thinking kind of from 1st of January, looking at countries like Five Eyes countries, the Pacific. 澳洲海华线长度会当设地球1年，不过人口只有2600万。当局这么大量增加国防预算，为潜艇、喷射机加60台战车，来应用愈来愈增加的地区紧张情势。不过，所无有够的兵员来操作甲维护这款武器。坎贝拉这几年对北京独断独行，一直表示真关心。除了2021年签署澳英美3方安全伙伴关系，也佮加澳英美加纽做5眼联盟分享情报。去年发布的澳洲国防战略评估报告讲，发展一支精良的国防军是应对的关键。The strategic problem we're trying to solve is a world which is far less predictable in the future in our region. It is what will be defining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re is trust in Chinese strategic intent. 澳洲顶一届政府伫咧2020年宣布拨380亿澳币，差不多代表8200亿，伫20年内增加军警人员30%。不过，澳洲失业率低，和招募工作真困难。根据政府上新的资料，澳洲国防兵力即马差不多欠4400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来看最近巴西有一只牛猫拍卖出新台币1亿3000万的价销，拍破金氏世界纪录。因为这只牛有上千公斤重，农民希望讲会当摕伊的基因来培养出愈品质佮愈好的肉牛。这只牛即马已经有新咯，伊安全嘛特别受到保护。名叫做维亚蒂娜19的细白牛，是创拍卖介绍金氏世界纪录的超级母牛。伊脚只边啊，肩胛头蓬起来，颔骨仔的脚皮肤顶来，是这种品种肉牛的两大特征。伊也是当地主要的牛肉品种。这只牛牛4月底伫咧拍卖会以400万美金换算代票，要甲1亿3000万拍卖出去。价销比1985年纪录保持母牛加3倍，由3位农民集资甲买来。这只重1100公斤的母牛，遮尔侪人抢，是因为农民计划摕伊的基因来改良出新的肉牛品种。Eu diria para você resumidamente que a Viatna é combo. Ela agrega beleza racial, capacidade reprodutiva, genealogia moderna, tudo em único animal. 巴西鹿农积极伫咧进行肉牛的基因改造，收集优良品种的精能来做人工受精，搁再放入去代理母牛的体内，探视品质更加好的肉牛。同时也对牛的毛内面萃取 DNA 做做胚胎，要生复制牛。巴西已经是全世界上大的牛肉出口国，因那鹿农对维亚蒂娜一当创造的收入真有信心。伊的卵子介绍差不多代票800万，目前已经有玻利维亚的农民下单，因那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度加美国，拢是未来可能的买主。Ela agregou mais ainda para o melhoramento genético que todos buscam, que com certeza no futuro a gente vai ter uma carne de melhor qualidade, um animal com mais rendimento de carcaça, por causa desse trabalho que nós fazemos com gado elite, que nós não buscamos. 虽然国家认为饲牛会造成气候暖化，希望大家较莫食牛肉，不过饲牛业伫咧巴西是重要的经济来源，政府也伫咧抢出口市场，希望全世界拢会当食到巴西牛。这只母牛即马已经有新，秀希讲这当帮助平衡伊的内分泌，会当有利卵子的品质，而且牧场内面要装监视器加请保镖来保护这只母牛的安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嘉义市有一间公共幼儿园，家长是指控老师要求囡仔甲点心、热豆汤加入去白饭内底，囡仔唔食，老师就甲囡仔诱入去便所处罚。幼儿园已经向家长回信咧，嘛承认讲这老师无教保员的资格。嘉义市政府是表示讲会来处罚这间幼儿园。囡仔一日哭袂去上课，树顶头抑阁唔知安怎来上坟。有家长质疑嘉义市某一间公共幼儿园不当管教，向园方调监视器画面出看，才发现囡仔被迫食中昼顿的白饭加点心热豆汤，未食就带入去便所。就是他可能不吃，然后老师就是处罚他这样子。他其实也不是处罚他啦，还是希望说他要把东西吃完，然后他要这么大力拉他。幼儿园解释讲，便所的门一直拢是开开的，主要是希望囡仔的情绪莫去影响到其他要孝道的囡仔。不过家长是愈看愈唔甘。在侦查当中，老师就把他抓到那个就是厕所，就是请他就是罚站。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确定是不是造成伤害的来源，但是他2只手臂确实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受伤。家长质疑管教的这个生出来教保员的资格，惊讲同款的代志会发生在其他囡仔身躯顶。园方是当场道歉，也承认这位老师只是行政人员，无教保员资格，明显违规。本府知悉后，已立即派员至该园进行了解，并会启动后续调查。如调查后有查获该园有违法之情事，将依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嘉义市府调查了，确定园方有私底下征用无教保服务人员资格的人，将会处负责人6万块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并且要求幼稚园限期改善。若时间到无改善，查一遍就罚一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警察局标出讲，有一个姓宋保安科的秘书甲姓平的公务员涉嫌贪污，嘛已经予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咯。有关本局员警疑涉不法情事，按经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转换送检应讯，申请羁押，4日裁定羁押禁见。本局除了全力配合检察官依法侦办外，并对于涉案员警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依法予以停职，
另追究相关考监责任。红霞公这案件敢若是真侪警官甲电工警收乌西钱，也毋过检方是表示讲，目前已经喺侦办无法度公开来说明，包括涉上的保安科秘书等12个人是互检方约谈，其中有3个人么嫌疑重大，涉上甲涉皮这2个人是互收押禁见。再来看桃园市政府标售桃园区中山路一笔土地，甲1亿4000多万的土地用1422万外就卖掉。后来市政府讲数字写唔对咯，所以无准算。也毋过标到这块土地民众是批评讲市政府真阿爸，议员嘛要求政风处得爱调查。桃园市政府4月代理标售桃园区中山路这属工业林中111平土地。将地价1亿4222万8800块，五城市1422万8800块，用直接的价销卖掉。事后阁贴标，引起得标人的不满，准备提出法律诉讼。他本来是要找我们说要退钱给我们，我们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们完全依照你们的流程、你们的指示去做，我们也跑了3个月的文件，最后你一个公文告诉我说要废标，此事不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我在议会具体要求动议政风处介入调查此事，正本清源，给市民一个交代。针对土地拍卖出问题，市员要求政风处介入调查。民政局回应是承办同事5声监介所的经验。代志发生了后，已经进行行政处分，强调绝对无不法。专案确实是行政疏失，政风检调也已经在调查。发现错误后，我们马上通知得标者，除了表示歉意之外，也明确的表示，为了避免影响祭祀工业的一个权益，所以我们将依法办理废标。他只要所谓的执行程序没有终结，所有权状还没有发过去，他都是可以撤销的。有关土地废标得标人表示，30几个公务员或科因仔拢是代表政府，市府无履行招标承诺，是糟蹋家己的公信力。有律师认为市府贴标确实是合法，不过对无辜受害者应该有某一种程度的补偿。目前事务上应请求履行利益赔偿，不过金额也无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统计，今年到5月15，车祸死亡的有10来个坐伙人是占多数。有民间团体就建议讲，应该爱取消一寡年岁上过大、无合格驾驶的驾照，嘛应该爱改善无障碍的环境，或者老大人唔免家己驶车，唔免家己翘倒摆出门。中华进前发生自用小汽车阻挡救护车的事件，画面公开了后，警方追查发现，驾驶是77岁姓林的阿嬷。阿嬷是讲，迄个时阵伤紧张，毋是故意，不过也是去互警方依法开罚，嘛凸显高龄者交通安全的问题。新北市嘛公布，今年5月15为止，死亡车祸都以高龄者上侪，拢总16个人。高龄者的肇事仍然是重点族群。大安小组已经着手了解、统整所有防治计划。后续对高龄者的交通事故，我们会做好整个防治的这个作业。公务交通部的统计，最近3年65岁以上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伤统计，死亡人数为111年的1283人，到112年1277人，小可降低。不过受伤人数有相关的趋势，为63767个人增加到71754个人。今年1月至3月，嘛比去年同期增加597个人，差不多3.3%。113年1到3月全国高龄者的一个受伤人数部分到目前为止是总共增加了597人，总共增加了3.3%。死亡人数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减少7人，有减少2.2%。民团认为，为交通部的统计数字来看，高龄者车祸死亡人数以骑机车加行路人上侪，占7%以上。若是要改善高龄者的交通死伤问题，应该先为骑机车加行路人做起。希望说，可以打造一个良好的驾照回训制度，从设施就是步行环境开始打造，还有良好的公众运输，让他们可以透过双脚跟公众运输就可以自由的出行。吴以前嘛点出降低高龄者交通事故的风险，除了淘汰无责任驾驶，也希望完善基础建设，建立无障碍、无阻碍人行道环境甲公众运输，让高龄者无需要使用私人载具，像讲汽机车，就当安心出外。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海岸线有100公里长，有10来个渔港，目前敢若开放3个渔港会使钓鱼啊。有民众是建议讲，应该爱增加，议员嘛认为讲会当个开放，海洋局表示讲会甲渔会做伙来评估。红鼻头渔港平常日就袂少钓客来钓鱼啊、甲虾啊。红鼻头甲边岛中分渔港是目前高雄开放会使钓鱼的3个渔港。不过高雄海岸线有95公里长，总共有10来渔港。大部分的钓客拢反映，敢若开放3个渔港根本就无够，也建议亲像台中的渔港，除了有4环区，佮有设栏杆等等措施，等到高雄市拢无做。我是觉得3个是真的是太少了，嘿啊，当然如果能多还是多益善。钓鱼的所在无像台中遐好啦，防护措施嘛做了最好的啊，咱敢做济啊。其实行政院今年就宣示向海致敬的政策，推动友善的钓鱼。目前高雄市合法钓鱼地点靠海有10大，高雄市敢若前定渔港是第1类渔港袂使钓鱼，其他拢是第2类的渔港。议员是认为市府爱评估规划适度的开放。目前开放中有凤鼻头渔港、弥头渔港，还有中屿渔港。至于其他12处未开放部分，市府若评估可行且获渔会同意，在不影响渔民作业安全下，就会评估开放。海洋局强调，渔港主要也是予渔船使用，若是有空间，才会评估敢会开放予钓鱼啊。未来海洋局会甲渔会讨论，袂影响渔民作业为主，适当的伫渔港设范围开放钓鱼。记者中议会邱朝阳高雄报道。因为4月初3的地震苏花公路已经中断2个月，华人的粪扫无法度送到第2和平厂去烧，即马地方是为着粪扫问题正伤脑筋。花莲市粪扫场为控诉03地震苏花公路的清水桥断去了后，3种的粪扫都无法度送去第2和平去化厂烧，2个月内已经有4万多吨，加上进前挖出来包好的粪扫总量有8万多吨。即马苏花公路虽然通车，敢若已经慢慢消化。现在每天大概只有60到70吨得运到气化厂这样。理想状态下，如果一天可以烧100吨的话，那大概要2年半到3年。才有办法把8万多吨烧完。嘉南会富里乡罗山粪扫场也已经把公所增加一个延坑300吨的粪扫场，来应付每个月差不多150吨的粪扫。不过，再加上花莲北区的粪扫规案要烧完，上紧也要6年。花莲整个每天产出的垃圾量大概170公吨，除了中区区域那边有一些是用掩埋的之外呢，需要做这个气化炉协同处理的部分，大概将近150公吨。所以其实气化炉它每天的设计值是200公吨，那所以其实它每天只有50公吨的余量可以来处理这个旧的垃圾。第2气化厂伫地震了后，水泥油体也受损，经过维护了后，气化炉伫5月30开始正常运转。苏花公路因为地震尾大雨，道路常常崩塌断去，无确定因素，互花莲粪扫想要伫一定时间内底归零，恐惊无这么简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到3600块。记者林俊美单枪为台北报道。统计显示讲，咱台湾人每10个人都有1个人会有结石。高雄市立的台东病院甲中山大学合作研究 AI 药剂结石的体检系统甲病人的尿佮血检验的数字拍入去电脑，就当知影讲身躯内面敢有结石，正确率嘛有90%。这项发明嘛摕到国际学会相关的应用。护理师伫咧甲民众抽血，等下搁验尿。这毋若是一般健康检查的流程。即马有一寡资料，也当随知影家己敢有结石。这套台东病院所研发的 AI 药剂结石体检系统，只要输入病人的身悬、体重、尿甲血的资料，系统就会精准的判断病人敢有药剂结石，正确率有91%。即马系统才用1礼拜就找到8、9位结石的患者。抽血验尿，我们用这些最基本的一些项目。输入到我们开发的 AI 的这个软体里面，我们就能算出他体内有没有肾结石的几率到底是多少。泌尿科学会统计，台湾10个人内面就1个人腰子有结石，查甫人的比例比查某人加2倍。比以前患者若有结石，拢是等到会痛去看医生才知。即马中山病院甲中山大学做伙研发这套 AI 腰子结石体检的系统，就让体检出可能有结石的患者。量早治疗，减少病人的病痛。
高医体系总共大约8000位左右的病人来建置了我们的资料库。那利用这个资料库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把病人的数据输入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得到肾结石。但何伟医生讲，这是全世界头一个运用 AI 科技来体检优质急救，这么也得到欧洲泌尿科医学会肯定。在全世界6000篇的研究里面，但何伟是亚洲第一个摕到临床上有贡献奖的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台语路亲子乐团的成员嘛拢是台语共学团的家庭所组成的。最近因推出台语录音乐册，用因家己创作的16条台语的囡仔歌，互囡仔会当透过唱歌来学台语。所以我用鸟话甲都买互你食，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鸟仔话这条歌是台语路亲子乐团创作的台语囡仔歌，乐团的成员是台语共学团的家庭组成的。为着要推广台语，世界表演办活动，今年伊也推出第2本台语录音乐册，算看卖。内底拢总收16条歌，配合歌词画一幅主题图，互囡仔学台语词。笨色烫。只要对图样直接试落去，就会当听到台语发音，而且佫是找囡仔来配音。乐团的团长阿英表示，其实音乐册是真侪家长斗出来才有法度完成的。阮伫咧摇架的过程当中，又佫发现讲，台语的资源足欠缺，所以阮就家己每一个人出家己的才能，像我是较会晓音乐，我就加写一寡歌，做一寡编曲，有的人较会画图的，有的人较会做计划，反正就是大家做伙来完成这个任务。配合16条歌，参主题情景，要带囡仔学生活中常用的台语，亲像走开的驾驶、过车路爱看的交通标示等等，佫会当学顺公路另有偌侪铁马。体验过的家长表示，互囡仔听音乐学台语，其实效果真好，毋免点特别嘛真方便。伫市面上无看到即种教材，大部分拢是爱有点图片，无你就是爱用手机扫迄个 QR code。你为啥囡仔会甲你讨手机去扫？你佫无想要互伊耍手机的话，恁就会无欢喜。伊这用手家己就会当使用是做直觉，而且因为伊有歌啦，伊的歌佫足好听。目前音乐册出版进程伫咧网络募资，截至第4天已经超过目标金额的5倍，会当看出台语家庭追求多元教材有真强烈的需求。乐团表示，过来9月因嘛会办音乐会，嘛希望吸引真侪亲子家庭做伙来行台语路。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华东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